先来关心的是，这新北市东区高翠路173巷的路口，伫几天来是连续发生车祸。除了这轿车甲乌多摆相撞以外，也发生这过路人和乌多摆弄着伤。里长有讲，其实过去就捌甲市政府要求要来加设青红灯，也若即马交通处是回应讲会提出改善的方案。 穿白衫的民众行伫路口的过路线，无想到后一秒就去一台机车弄到，过路人甲骑机车的人拢倒伫涂骹，就伫同一个路口，顶个月才发生汽车甲机车相划。当地民众讲，这路口是真危险。我是觉得蛮危险的，我们平常在这边开车也是觉得这路口是真的需要一个交通号志啊。那一个绿灯一起步的话，看到的是下一个路口的绿灯啊，然后晚上这边又没有什么主动的号志，只有一个路灯而已，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想到抢快要过那绿灯，然后就疏忽掉这个路口的行人穿越。当地里长建议，这路段的车红灯设计应该重新规划交通号志的设置，才当真正解决问题。市府是回应会提出改善方案，伫后届交通改善小组进行讨论。上一次车祸之后，这次就来画这个所谓的视觉性的警示带，放上去之后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根本就没有在减速。是否将调阅该路口近年的事故资料，研议改善方案，并提至下周交通改善小组会议讨论。新北市高翠路是往客园区上班的重要道路，车流量大，里长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交通问题，避免再发生危险的事件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。